来看咱国内农保制度，保费的7成政府会补助，各有双种生育老农津贴等福利哦。目前大约是有91万人投保。审计部调查发现讲，其中有8500多人哦，亲像阁有其他在野的工课，有人是律师，有人是建筑师等身份。农业部嘛表示讲，这开始有影，所以逐个月因拢会审查，发现有无合资格的人，就会来给退保。伫大日头下辛苦种植，农民看天食饭，收入无稳定，未少人爱阁减少其他的投入。为保障辛苦农民收入，政府提供农保。毋过审计部比对去年资料，发现投保的91万人有超过8500人，疑似其他性质，为律师、技师、地政师拢有。按照现在规定，禁止投保农保。农会它是人民团体，它没办法去查说，它还有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有兼职啊，我们会去跟其他部会的资料库去做，都会定期做比对。执行农民保险关键上大理由就是看准高福利，毋但保费7成政府出，也有生育相撞等津贴，满65岁个领老农津贴。主持农业部承认有发现假农民的问题，或者每个月定期查核身份，将地籍出入境、工商登记资料、甲农保在保钱清楚比对。无实际证照、无符合资格的退保。我们其实从过去很多案例可以发现，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假农民，然后他会变成农会会员，他可能就是跟总干事、跟理监事的话呢，买一块农地哈。所以从这些过去的一些发生的案例来看的话，那我们农会真的就是在这块的话呢，就必须要非常的严格的来把关。假农民身份正行旁投保有教授指出，农会徛伫第一线受理相关的申请，要更加严格把关。面对投机的行为，要学者建议修法增加法则，严防假农民的乱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